卡就是台湾人，上过的祖先就是台湾人。现在台湾人，你甲看，无论佛教也好，无论道教也好，无论一贯道也好，拢行伫世界级。你若飞机坐入去，拢会数十个先拍出来，迄拢一贯道。数十拍出来，拢一贯道较济。甲看卖，你也食菜啊？你对一个单位，伊就讲我这就是我这是法律的什么单位，我这是行的什么单位，伊就甲你讲，安尼毋是一贯道吗？你会记一句话，咱无领到政府的钱，咱摕着咱的土地的钱，伫世界有80几个国家去咧推行道。这若要甲讲起来，两方啊，讲做德因为顺，敢是安尼？做做呢，叫做人行顺，就是咱这虽然台湾这个人，伫一贯道内底当中，人讲台湾最起码有300万人人口，300万人，伫世界200个国家。那安尼无带台湾这个土地福报嘛？我先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咱这个家庭，大家咧行善，家庭大家咧做德。你这个家庭袂歹到对倒去，因为咱讲，德就是苦性，一直甲你强调，德就是本，财就是法，德就是根本的物件。咱要安怎针对道德，要针对德去做。所以咱讲古君子戒心无德，咱今日做出来物件，袂使做算计的物件，爱做积极的工作。这是当时苦性一直甲咱教。咱台湾人自过去。这个土地成就一个，这个建筑了后，一贯道过去伫大陆，咱嘛知影讲，大陆走倒来台湾，一贯道过去，足侪前辈才是大陆。人讲的时阵啊，迄个顶级啊，这毋免我搁顶讲啦吼。但是迄个顶级啊，甲这一代先人拢赶去台湾来，台湾变成一个苗圃。苗圃你知影无？就是黄仔埕啦。但是从这个黄仔埕把这个苗圃这个发扬光大，伫世界布满着80万国家，大家拢去咧行善，大家咧做德。但这阵人去做德，这阵人去咧做罪，做诈骗集团，含咱台湾有重要无？这阵人若拢出来做诈骗集团，含咱台湾有重要无？一定有重要。是安怎？因为台湾2300万人，这个人出来做歹代志，含你有关系。虽然讲无直接有关系，你想进缅甸吼，迄个果敢 KK 区诈骗集团，迄应该大家都知这个消息。甲缅甸有关，这人民有关系无？那听到缅甸 KK 区，要叫你去缅甸，你敢去无？外边死，迄个时阵人骗伫 KK 区去，迄个时阵含瓜嘛，甲你乌去买；含的时阵烟气嘛，甲你乌去买；含眼角膜嘛，甲你乌去买。你听着惊死啊，对不对？你听就是叫做恶名昭彰，你敢去无？你绝对唔敢去，因为你去当中吼，老板会无小心叫客人去，为了讲生意中，一旦去一旦倒转来。所以因为今日这个国家咧做歹代志。你伫这个国家咧徛起，含这个你含这个国家就有关系啊。因为咱讲，你住伫对，我住伫缅甸，你住缅甸，缅甸是一个足无好、足无安全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无人要去。毋过呢，为了甲细节倒转来，咱住伫台湾这个土地，进黄仁勋入来，苏中入来，迄世界级的物件，我甲看这个了黄仁勋啦吼。因为世界做排名13位的第13位的上好嘢，伊是1000亿以上的美金哦，排名13位哦，世界排名13位哦，伊顶悬有12位的好嘢吼，但是伊排第13位。毋过的时阵呢 ，AI 世界上介厉害，就是有这点人，这种专门做科技，每一个国家会当找到这点人去因国家投资。因这个国家绝对叫做富强、富国强，因为近21世纪的时阵，就是叫科技的世纪。无科技，这个国家要保存会了，要发展困难物件。我会记较早，
咱日本若一个救火电啊，救火电啊，话咱咧使咧救火电啊有吼，咧拍田咧救火电啊，迄若卖咱台湾一台吼，咱台湾就爱载几十台的猪去互日本人食。但是几十台的猪就带台湾放比赛，放迄个吼比较污染啦。但是伊一个救火电啊，就甲伊换几来台车，几来台猪去食，安尼听无？咱常常来讲，我咱人日本科技吼，惊一个救火电啊入来，就当换着台湾外一地带外一污染的物件，啊，摕去边遐放射的污染，你真也是。即摆台湾一块镜片，会当去换去几十台猪啊入来，一块镜片咱毋免找救火电啊吼。哦，安尼你甲看，咱台湾即摆未来离科技的世界，台湾的污染，台湾竟然惊科技的物件。啊，台湾即地叫做先人咧大，叫做凤梨仙岛。毋过即阵人入到咱台湾，入到咱台湾对不对？但是人你若去世界，敢讲啊你对人，我台湾人啊，台湾人哦，哇，即台湾哦，足侪大企业啊，伊迄高科技人伊要嚟台湾咧投资，伊对台湾会产生一种好感，会相信你。我拄则讲，你即个国家。到这站出来，大家很向往这个国家，所以你老土地拢爱保留的啦，唔通白卖啦，唔通白卖。这个高科技啦，走去你就出去到尾啊吼，你的土地吼，我保证你的钱和银行都下袂了。咱一个道歉，我问讲啥啦？我问讲啥？到底安定遐一个分道清修的，伊当时吼，因遐佫甲讲，你着到遮买一个。土地咱去做老健保，要做农保啦吼，总要买这2分的个，迄个2分买偌济？迄买2分的，要是保证200万，挣偌济你敢知？挣几啊千万啊对啦。我画伫迄个高科技的内底，伫迄个新兴高科技的内底，医疗的内底是第2分的，迄钱毋知偌济啊，一个租起来尔。200万来买迄2分哦，即摆是几啊千万的，嘿啦，个小姐哦，迄是成熟的小姐，安尼你甲看，你有土地敢会使学去买钱？爱留咧啦，因为这大企业发拢入来，啊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福报，叫做强盛业，叫强盛。啊，这个强盛业对倒来，对咱过去当你收到办到，你登记成累积来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受福。这叫做幸福，对不对？有福报，毋知通带这个福来先到，但是福更有一人叫做哪？叫做智慧嘛，安尼叫做福不相信。咱来想看卖，咱一世人会当来这块土地，而世界有200外个国家，有200外个国家，你袂去生迄个国家，你来生伫这块福来先到。迄互你顶悬吼，你著偌清欠着一头去吧。嘛无拄捡着台湾这个土地啦，爱听无？嘛无遐简单，你捡着台湾这个土地。但是台湾这个土地已经洗着啊，洗着啊，啊，这是咱过去你种来福报，敢是安尼？虽然家己会当收到，会当学到，但是当你这个福来先到，毋是你这个土地，你今仔日来安尼尔，因为你后壁还有使命有责任，所以咱这个世界咧推动道路。咧宣讲道理，嘛是咧违反有一个众生，嘛是替咱台湾这个土地在继续咧做福报。我今日呢，因为遮咱伫咱红莲说吼，啊，要来甲咱准备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空，我就放个占用伊的时间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为了细节都等来讲，咱今日会当有遮尔大福报，吼，你收到办到这点，咱一定要坚持。这一定要坚持，或者是因为咱已经互咱拄着啊，互咱遇着啊，咱袂使无定心心意念，或者是咧今日哦，而且互咱各位做报告，但是我有看到红电视今日啦吼，要讲的课那是讲人生3大关卡嘛吼，那是安尼嘛吼，另外啦吼，人生3大关卡，伊要甲你讲这3大关卡吼，我毋歹。而且，咱对红电视，因为伊的修养啦吼，甲伊的道学，当然，这我相信咱大家对这
真轻松，这我介绍这家己的啦吼，家己的我就介绍啦吼。啊，这些当中呢，我最后祝福恁各位大家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啊，欢喜唱我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那么，共同祝福。感谢父亲的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感谢父亲的慈悲。